Hello，歡迎大家嚟到 Dinner Tarot 10月份雙魚座嘅感情占卜。如果你需要一個針對翻你個人同埋詳盡啲嘅占卜，可以透過左上角嘅聯絡方法同我預約做個占卜嘅。咁我而家就開始講下雙魚座10月份嘅感情運勢會係點樣啦。有啲雙魚座今個月可能會同一個對象有好多火花，甚至有機會發展到肉體關係。雖然你好想繼續同呢個人發展落去，但係要提醒你小心啲，因為你而家其實最需要嘅係情緒同埋內心嘅穩定同平靜。但係如果你繼續投入去呢段關係，你可能會出現一啲患得患失嘅感覺，情緒會好似過山車咁樣上落啊！你亦都好可能會高估咗自己處理感情嘅能力，咁到最後心情會受到影響，甚至工作同生活等等都會係拖累到㗎。另外有啲雙魚座今個月特別容易會諗翻起一個舊人。但係你唔好再望翻轉頭啦，你哋當初分開係有原因㗎，最大可能就係你哋唔可以建立未來，所以先至會各行各路。唔好再對呢段已經過咗去嘅關係有太多嘅幻想，因為好多時你只係美化咗呢個人同埋當時嘅經歷啊。要記住，屬於你嘅未來同埋幸福唔係喺過去，而係喺前面，所以唔好再望翻轉頭啦。咁到最後，有啲雙魚座同依家嘅對象可能係曖昧緊，關係係喺觀望嘅階段。你哋雖然係互相吸引，但係暫時都未可以正式踏出一步。咁而喺呢段關係嘅互動，我會見到你係比較主動嘅，但係要提醒你，千祈唔好太心急，對方可能仲需要多少少空間。亦都唔好因為覺得對方退後咗一步，你就好急住行前多幾步，反而要係學識得俾對方多啲時間，咁呢段關係先至可以自然咁樣發展啦。咁雙魚座嘅占卜就去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